今日教你問兩條問題，就會知道你個關係裏邊會出現三角戀。好啦，咁第一條問題係問啲咩咧？就係問你嘅對象究竟係最近2年啊，有冇持續過三角戀？如果有咧，咁你已經佔咗一半啦。好啦，另一條問題就要問佢，你有冇喺22到25歲持續2年以上嘅三角戀？如果有咧，咁恭喜你啦！咁你嚟緊咧嘅關係咧，同呢個人拍拖咧，係一定係會三角戀嘅，因為佢紫微斗數嘅10年盤呢個劇本寫住咧，佢一定係三人行嘅。咁呢個咧就好難避免嘅，除非咧佢係即係流年裏邊黐住2年啦。咁呢個其實好少有嘅，通常咧只有10年先會見到。咁即係暗示話咩咧？佢未來22到25歲打後嘅10年啊，佢都係三角戀。咁如果你係要解決呢啲問題啦，咁我就建議你係放棄嘅。咁啊揾嗰個。但係如果你又好死心不息咧，咁我建議揾我哋師傅去睇盤啦，去問啦，或者如果你有其他玄學嘅問題想知咧，咁歡迎 DM 我或者喺樓下低留言，咁我哋得閒咧就會再解答大家嘅問題。完。